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刘德华伫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，昨拄着风台，本地也是要照常来举行。结果讲伫最后的一曲，台北坐运协调成功，伫咧入场的3点钟前宣布停办。当时已经有一大阵的歌迷透着风雨到小巨蛋咯，大家是规个拢跳起来。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面车红冠甲白。啊，民进党的议员嘛质疑台北坐运第一时间啥无照契约，要求主办单位要停办咧。啊，台北坐运的总经理是回回讲，其实哦，因一直拢甲主办单位咧沟通。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票，很多人都到现场了。听到停办的消息，哪讲哪靠刘德华经过11档过来台湾开演唱会，即摆拄着抗着风台来顶闹。本来昨头一场拍算要照常举行，主办单位伫开演前3点钟宣布停办，这歌迷真正有够怨叹，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面切干面。讲主办单位甲北捷敢袂当量早敲好，提早出门的歌迷心情袂舒适，雪山温暖。有人讲已经想把出门到现场啊。从台中来台北，到了台北才收到讯息说取消。10月30暗时8点，台北市宣布停办停课进前，主办单位公告如期举办，引起真大风波。台北市政府表示尽力沟通，一直到演唱会开唱进前3点钟，主办单位宣布停办。演唱会敢要办，和民众议员指讲，北捷当初想了无要依照契约要求主办单位停办演唱会，因为依照小巨蛋组织场所的契约有写讲，若拄到不可抗力的原因，即使无法度来举办的时，甲方也就是北捷会当随时终止，也是解除契约，是讲第一时间北捷甲主办单位协调，意愿照常举办，引起人质疑讲是惊得失歌迷。依照契约里面相关的条文，在预测风大雨大的状况底下，你就可以要求主办单位来停办。那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拖？我想可以定义的更清楚一点，把不可抗力因素的载明，如遇台风暂停上班上课，也要列为演唱会延期或停止举办的原因之一。当然，这过程会造成许多歌迷的不便，但我想在市府立场，我们是确保所有民众的安全。歌迷要看天王的风采，安全嘛是爱顾。就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伫下决定之前，应该会当更较全面的考虑，唔通让这歌迷白走一桩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